接下来我们会遇到策略描述的题型。我们先看一下下面这个示范。是讲不爱凶唔嘅，唔爱用嘅照顾佢，请简单说明。像这样要照顾鱼，会怎么样照顾这些鱼呢？好，回答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思考，我会怎么样做，然后会怎么样做，还会怎么做。所以我们的句型就是會用嘅，會用嘅，還會用嘅做。套用句型過後，我們可以這樣回答：迄個我有學嘅，我會答你為飼料本記豆濕，會答你揾強力嘅水，還會好好負責照顧記豆。南四縣腔的朋友，我們可以試着這樣回答：迄個我有學嘅，我會每日為飼料本兒能食，會每日換強力嘅水，還會好好負責照顧兒能。我們再來多練習一題，看一下下面這個示範。迄個唔愛學一條叫話，唔愛用嘅照顧佢。請簡單說明，這一樣是照顧寵物的策略。我們可以使用的句型是會怎麼做，會怎麼做，還會怎麼做。套用句型過後，我們可以這樣回答：迄個我有學一條叫話，我會答你牽佢出去散步，我會答你同佢學嘅事請槍來，還會負責同佢寫信。那麼南四縣腔的朋友，我們可以怎麼回答呢？迄個我有學一條叫話，我會每日牽佢出去散步，我會每日同佢學嘅事請槍來，還會負責同佢寫信。